會有一啲嘅股票或者係 ETF 派得比較多息，派得比較密，所以佢應該係高風險啲嘅咧？第一個重點，佢嘅派息頻率同埋嗰隻產品嘅風險係無關嘅。派息頻率咧係由嗰隻基金入邊嗰個決定人去決定，我究竟每年係派幾多次利息俾你。第二樣，有派息嘅股票唔代表佢比起其他只係會增長或者唔派息嘅股票咧係安全嘅。營運嘅成績如何？喺呢個譬如話 AI 改變嘅世界入邊，佢能唔能夠配合而家嘅營商環境繼續揾錢，並唔係過去嘅呢個派息記錄。第三樣嘢，大部分嘅收息 ETF， 無論係高息又好或者低息都好，都係要你投資一籃子嘅股票嘅。唯獨只係得一種，就係每日收息嘅。過往咁多年嘅數字咧，唯一嘅正回報揾到嘅咧就係佢啦。